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初3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知。已经变作是中度风台哈格比外围环流影响到台湾天气，各地头拢有机会出现大风雨，而且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因为孙亚所进行牵涉乌西案件所加权已经辞掉总统府秘书长的职位，总统蔡英文也宣布讲由海基会董事长李代为接任。台南的出案工厂发生内贼偷摕水暗9000底，警方也甲5位员工移送法办。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到风台的消息，已经变作是中度风台哈格比，伫咧英过3点钟内变更较强，而且暴风圈也变更较大。目前暴风圈也进入到北部的海面，气象局也表示讲，深天了后雨水会变较细寡。不过南部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可能会开始出现大水雨，而且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工作人员将泡伫水内物品全拢放悬，并且将抢救转来服装、报警、商品拢做清理。哈格比风台带来阵阵的强降雨，互位伫台北市儿童新农园内的儿童剧场发生淹水，成组的如果儿童剧团、河中道区甲影响全部泡伫水内，紧急向外界调用抽水机救灾。我家己运动啊！共款传出淹水灾害，也有台北市北投区大业路65巷现场道路一度积水大约15公分，民家的渡亭也入水。好佳在下昼1点左右，雨势暂停了后，积水渐渐消退。哈格比过去3点钟强度增强，而且暴风圈大幅扩大。目前伊的中心位置伫基隆的北北东方大约16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点钟21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行。目前暴风圈已经进入北部海面，对北部海面甲东北部海面有缘造成威胁。气象局继续针对台湾北部甲东北部海面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在下午5点钟，它由轻度台风增强为中度台风。不过，它最接近台湾的时间就是在今天大概中午到下午的这段时期，因此预期在傍晚之后，随着台风逐渐往北北西移动，它会越来越远离台湾。目前它的暴风圈仍然是影响着我们的北部海面，因此气象局持续针对台湾北部海面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根据气象局的观测，桃园市的大园初3的累积雨量到214毫米，是全台上最。台北市北投也有185.5毫米，士林区也有181毫米。气象局表示，入暝了后，北台湾的雨势有希望渐渐转好，也毋过南部受西南风引力影响，要注意第一时强降雨发生。估计南部雨势将继续到拜日，民众要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中度风台哈格比的暴风圈虽然无来登陆，不过外围环流却影响到全台湾。伫台中就一间加固行的空板，因为雨水伤过猛，对2-3楼悬的所在直接落落来伫人行道，好佳在是无人受伤。不过停伫人行道的奥多摆却是严重受损。另外伫彰化也捌发生淹水的情形。另外明仔载基隆往回马祖、布袋往回马境的船帮，拢总有17抓无开，而且民众注意。哈格比风台暴风圈变强又搁变大，外围环流带来真惊人的雨，早起全台湾各地拢传出灾情。因为雨落甲真大，台中一间加固行大型空板落落来，甲人行道顶悬20几台奥多摆拢跌掉咧。好佳在迄当阵无人经过，那无得海洋。还蛮倒霉的，这一排应该都是早上停这边。1年而已的新车啊。对。哈格比影响中部地区真侪，彰化县真侪位所在拢出现强降雨，其中河美镇、德美路、惠文街口等等的所在拢出现淹水的灾情，街区的地区水阁淹到要30公分，当地民众是海惨，拢搬沙包放伫门口，以防厝内淹水。拢淹水。叫人看迄个交通队看封锁线，该有啊。这莫违规啊啦，无等你调车。嘉义县德家乡166县道66公里的所在嘛，因为雨落伤大，山壁向放落来，造成交通断去。当地向公所紧急派机械来抢救。若是伫咧嘉义东石的沿海，佫出现海上机关，海面上做伙出现2道加粒水。迄当阵拄好伫咧掠鱼的渔民，随甲影片翕落来。无像大型龙卷风安尼啦，喺伫海像加粒当咧更起安尼吼，风咻咻个看着啦，你也惊看我会惊咧。伫咧哈格比的海上警报发布了后，东部航务中心立到往回台东的24个航处，台东往回南势的8个航处，啊，佮有屏东后壁湖往回南势的8个航处，全部拢停航。根据上新的统计，南势列岛总计有超过6000个旅客风调伫咧岛上。啊，若是拜日间会当开放，大家看天气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
接下来，咱来关心政治消息。民进党立委苏振清牵涉受量污洗弊案，去互北检声押。苏振清的压职也就是苏家全，也因为安尼，伫初二辞掉总统府秘书长的职务。这个职务，总统蔡英文伫下晡宣布讲，由海基会董事长李大卫来接任，也出声提醒执政团队成员，若准想要升官发财，请对别位去。我今天还要再讲一次，升官发财，请走别路。总统蔡英文话是讲了真重，搁一届经过执政团队的成员，执政的目标毋是为着家己的利益，因为这几天台北地检署侦办立委食钱的案件，党内立委苏振清涉嫌食钱、哄升压。蔡英文希望司法单位都爱公事公办，嘛强调讲法律是道德最后的底线。有关这一次公司法的修法，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结果。即使有少数人、少数有心人企图运作，也无法扭曲最后的法案。执政团队的成员如果违法，当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就算没有违法，并不代表不会影响社会的观感，不会伤害人民对政治的信任。因为苏振清涉嫌重大，伊的阿叔也就是总统府前秘书长苏家全，为着表示个人的清白，主动甲蔡总统请辞，得到批准。初三下晡，蔡总统宣布由海基会董事长李大卫接任秘书长，要透过伊伫国际事务、甲政务丰富的经验来面对目前的挑战。他决定以辞职证明自己的清白，我尊重他的决定，我也能够理解他以辞职明志的决心。秘书长上任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李前总统的治丧事宜。今天上午，我已经指派赖清德副总统等32位代表担任治丧大员。蔡英文表示，未来的治丧大员会议会由赖副总统来主持，也那李大卫会负责协调甲联络等等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北检当日侦办立委涉嫌受人污洗弊案，民进党的廉政委员会伫初二暗时决议，若准法院裁定收押，就会加苏振清停权处分。也若国民党的廖国栋甲陈超明，立法院党团总调林维洲也强调讲，若准确定有收押，国民党上无会甲因停权。也若时代力量的代理党主席邱显智，今仔日是甲大众会实的。涉嫌污洗民进党立委苏振清2000万的泰流公司前董事长李兴良，测伊以被告的身份红传讯，不过伊强调讲，两个人是借贷的关系。没有收到保险的，你没有收到钱？对，苏振清的2000万那些跟有关吗？哎，他那个是借贷，他已经那个还了。是毋是借贷的关系？台北地方法院要开庭查核清楚。不过为着所购的经营权，涉案的立委毋但是苏振清，还有国民党立委廖国栋，甲标出另外一个案件，有党籍的赵正宇。其中，赵正宇大成伫咧初二暗时，以100万交保，过登港去伊的服务处探问，内底人员拢无加讲啥。我以为今天会来呢。朝野立委涉案，大家党拢讲爱动处罚。民进党廉政委员会初二暗时决议，若是法院裁定羁押，会以停权处分。立法院国民党团总调集人林维洲嘛强调讲，标准会比规定更加严格。如果裁定确定声押，就会最少停权的处分标准比规定的更严，就是说任何个别委员利用职权，如果是谋取个人的利益，是没有办法容忍的。根据监察院财产申报显示，涉案的立委因的财力其实拢算袂歹。苏振清的不动产有12笔，存款有7528万，债务有2亿；廖国栋有22笔的不动产，296万的存款，4000万的债务。也那陈超明是登录45笔的不动产，赵正宇有2329万的存款。也那齐永明的存款是523万，债务有1500万。时代力量前党主席齐永明因为加入去食钱的案件，已经和时代力量决策会停权，而且甲伊党主席的职务提掉。代理党主席邱显智参加公开活动的时阵，甲大家回实的。跟这个所有支持者还有台湾社会说声这个对不起就是说让大家失望。针对昨天我们的秘书长他这样的这个讯息事实上我是认为不适当。时代力量秘书长陈志明伫人面册铺文，讲齐永明是借钱周转，用来发薪水。邱显智认为讲，这个发言并无适当，嘛强调讲未来的强化甲主动类似的事件，搁再来发生。另外，嘛希望检调会当赶紧来侦办，甲案件的真相赶紧查核清楚。记者综合报道。
接下来，咱来关心劳工，国内伫咧放无薪假的劳工是继续伫咧增加。根据着劳动部上新的统计，目前全台湾有27000多人，上界严重的犹原是制造业，其中彰化人数上界济有4900多人。主要原因是做鞋的大厂宝盛集团大规模伫咧放无薪假。劳动部也表示讲，虽然讲咱台湾疫情有较稳定，不过外国犹原伫咧封城，台湾的产品犹原是销袂出去。国际疫情真严重，持续影响着国内以外销为主的制造业，订单是减真济。劳动部公布上新一期减班休困的统计，劳工人数有27085个人，比顶一期增加1877个人。一人企业是有372间，比顶一期增加19间，其中制造业就占17000多人，真做发生疫情以来减班休困的数量上济一届。国外的疫情还有一些比较严峻，那会有封城的情况，那这些部分都会影响到它的订单的迟滞，那这些反映到我们国内来，像工具机和零组件的纺织的这个上下游，这一波疫情以来，它是相对的高点。以县市来看，这届减班休困的人数，彰化县占上济，有4924个人。根据了解，主要也是因为做鞋的头人宝盛集团大规模休无薪假。排第二的是桃园，有4583个人减班休困。排第三的县市是新北市，有3568个人。单一家次比较多，它比较属于光学的部分，毕竟它人数相当多，它一家就占了快我们1/3左右。国际机场航站是冷冷清清，受到边境管制的影响，国际观光产业也是真艰苦。劳动部表示，最近旅行社通报的人数又有增加，亲像航空旅行社，袂赴等甲疫情稳定，伫7月底已经宣布讲会有裁员的规划。本土以外的廉价航空、甲国际航空品牌嘛，拢有空服员甲地勤减班休困。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治疗武汉肺炎重症的特效药瑞德西韦，本地7月底要进口1000人份的药入来，却出现讲各国拢3钱一个抢，偏偏咱国内只剩54人份尔。着医生也烦恼讲，若准入手了后，疫情搁再压起来，恐怕是无法度应付。国内武汉肺炎确诊的病例累计达到475例，目前也有26例住院隔离治疗当中。不过，所传出治疗武汉肺炎的药瑞德西韦无法度如期进口入来台湾，国内库存的量敢若剩54人份。医界烦恼讲，安尼恐惊真歹应付国内秋冬第2波的疫情。你平常还是要培养国内的生物科技的能量嘛？那你真的碰到事情，才有办法有这些能量来因应嘛？瑞德西韦的总公司呢，台湾分公司正在跟国际的基利的总公司争取，那争取到的数量以及它未来可能的制造厂呢，就会跟我们通报。食药署表示，原本按算有1000人次瑞德西韦药要入来台湾，不过却因为各国抢咧买，加上美国6月底下订单，要求50万剂，等于是甲药厂3个月产量包起来。目前台湾还搁伫咧拍拼争取当中。不过另外一方面，华裔科学家、和大医研究团队顶一日宣布讲，已经成功找到对抗新冠病毒单株抗体，而且这个抗体是比任何治疗药还搁较有效。From 5 patients who were infected, we were able to obtain a very large number of monoclonal antibodies directed to the virus. 好大医强调讲，这项抗体只要一剂，就会当维持3个月至6个月效果，而且一剂只要50块的美金。按算今年10月份展开人体的实验，上紧明年第1季就有机会用会到。不过专家嘛提醒讲，新冠病毒未消失，就亲像流感同款的烦恼搁出现。伫疫苗上市进前，也是爱接洗手、挂喙罨、保持社交距离，都是防疫新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香港的疫情。香港伫今日增加80人确诊，中国官方也派医疗团队来到香港，希望把每天的检验量提升到1天1万件，提升到10万件。另外，中国车天又搁增加43人确诊，主要确诊病例出现伫新疆甲辽宁这2个地区。香港的武汉肺炎疫情继续伫咧增加，13早起香港阁新增加2个死亡个案，一个83岁查甫患者，甲一个84岁女性患者。香港死亡案例已经到37例，43个人病危。
香港连续12天的确诊数量拢超过100例，最差疫情通报是降低到80例，其中24例全部来源。啊，不过香港卫生署嘛坦白讲，无细2加2例阴性判斷作陽性，感覺真實的。出咗啲錯誤，咁測試嗰時候咧，原來係出咗個陰性嘅報告。咁我哋收到報告嗰時，核對嗰時咧就將佢當咗個陽性嘅報告，就有44宗啦，就係一啲屋企人嘅相關嘅個案啦，即係好多係大家族啊或。中國國家衛健委調組的內地封城病醫支援隊、甲核酸檢測支援隊7個人先遣隊員已經佇咧初2到香港。封城病醫專家預計停留半冬，協助甲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改造治療設施。核酸檢測支援隊第一期目標是希望甲每一天的檢測量都1萬例提高到10萬例以上。把我們的檢測量可以擴大，然後呢，可以把我們在社區裡面的有一些的傳播鏈都把它切斷。怎麼樣？根據香港的床位，可是方艙醫院可能需要多少床位？疫情形勢做出開放多少張床位，這個每個病艙是怎麼劃分？不過香港醫界冇質疑嘅聲音，香港護士協會發聲明講，內地封城病醫支援隊必須要照香港嘅護士註冊條例內底寫嘅溫準服務人數提供服務，政府需要證明這個狀況嘅合法性甲正當性，監下定數。中國疫情方面，初2個新增加43個確診個案，其中本土疫情36例，最後集中佇咧新疆28例，遼寧8例。另外，大連最近嘛發現海產加工廠群組感染，致病率是要到6成。是本次疫情可能起始於海洋公司海產品的加工車間，該車間共有60名工人及管理人員的感染。大連市衛健委指出，冷凍海產加工群組感染上早到7月初9發病，到8月初3為止，總共有60個人感染。記者綜合報道。根據到日本共同社的報道，講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的教授李大光證實講，中國解放軍8月會喺南海進行軍演，模擬佔領台灣控制東沙島的大型軍事演練。中國海事局甚至是把台灣海峽以及台灣東花50海里算入去中國近海航區內。有軍事專家認為講，這是一種政治宣示。中國人民解放軍計劃喺8月進行南海軍演，舉行模擬奪出台灣、有效控制東沙群島的大規模登陸演訓。前3日本共同社報道，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教授李大光喺香港駐京12社文章證實這項消息，不過無透露演習的時間和地點。另外，中國海事局最近發布2020上新版的國內航行海巡法定檢驗技術規則8月生效。公告指出，為了加強準長20公尺以上海巡的檢驗，不過前海軍官校教官盧雷斯發現，海事局上新規則表面上保障海上安全，卻將台灣海峽和台灣東花50海里劃至中國的近海區，換到中國海警就機會跨過海峽中線執法。我認為這個是在政治上，在對台灣做一個口頭上的一個算吃豆腐的動作哈，對台打一個法律戰，透過政治這個等於說宣示台灣還是中國的一部分的這樣的一個意圖比較明顯哈。軍事專家認為，中國將台灣海峽甲台灣東部海峽50海里劃至中國近海航區，是咧進行政治宣示，對台灣拍法律戰，類似中國過去對南海所採取的行動，想要製造衝突。不過軍事專家甲國際法學者攏認為，中國海警實際上要進入台灣領海執法有困難，台灣嘛未承認。因為它不可能越過海峽中線來管轄到我們台灣這邊，或者是說在台灣的東部海域，中國海事，它跟維權的中國海警是不太一樣的。這只是針對它漁船，中國籍的漁船，它去做一些檢驗的一些規範。我大陸的內部的法規應該不及於我們台灣漁船。國際法專家林天輝指出，中國海事局權責是維護海上交通專家安全規則，中國海警隊也無屬於海事局管轄。陸委會表示，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台灣自稱到大，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嘅一部分。呼籲中共當局唔通借機會改變現狀相關台海區域緊張，對陸方軍艦動態攏有監控掌握。記者綜合報道。對着阮的鏡頭來看在地上大條，有影是飼鳥鼠加布袋。前副總統陳建仁日前呼籲民眾，就要量早準備一寡喙罨起來，通好防止第二批疫情壓起來。想袂到佇台南有一間喙罨工廠，內面的員工竟然偷摕9000塊喙罨，警方也把這5個員工移送法辦。
为监视器的画面会当看到有员工伫咧半暝，甲工厂生产的医疗喙暗偷偷搬去工厂外口，就是讲无人知影，想袂到互警方当场掌到，犯案的证据是看现行。我们在现场埋伏的时候就人赃俱获，当场查获有嫌犯那偷工厂的口罩，然后夹带了这个废纸往外搬。台南市客家区这间专门生产医疗喙暗的工厂，是政府定用的喙暗国家队之一，一天的产量差不多是100万块。工厂发现最近喙暗敢若有减，报警了后展开调查，想袂到竟然是5个员工涉案，其中有一个是马来西亚的侨生。伊讲因为看到因故乡的疫情真严重，物资阁真恶买，才会甲同事做伙犯案。不过目前喙暗是还未寄倒转去。在昨天我们现场当场有查获有95包的口罩，那另外我们再继续追查，还有查到81包，总共是176包的口罩，有8000包白片。警方表示，这5个人精神了后，已插到罪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而且会继续追查，敢是还有其他的共犯。另外，嘛提醒喙暗工厂爱加强内部的管控，避免类似的案件搁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有一位查某大学生坐公车要落车的时阵，却去互公车门夹着暗棍仔，而且公车司机无发现，继续伫咧驶。好佳在是其他旅客甲伊提醒，才无发生严重意外。不过无势利的行为，恐怕是爱赔钱，也可能爱食官司。台中客运304号公车靠站停车，乘客陆续落车。帮天尾仔的查某大学生也准备为后门落车，也毋过才行到车门口，车门突然关起来，查某学生的头就安尼被车门夹着，头伫车外，身体伫车内，车顶所有人拢惊到要害。就只是刷卡下车，就才刷卡下车，门就关起来，然后我在那边，头在室外，然后身体在车内。因毋过公车司机毋知有乘客被车门夹着，公车也阁启动往头前开，车内乘客大声提醒司机赶紧停车开门。查某学生阿妈棍甲头有淡薄受伤。台中客运事后调查认为司机有疏失，将加强乘客上落车的训练。最大的说就是他没有确认乘客已经完全下车的女乘客，就突然要下车，那时候驾驶以为乘客都已经下车了，所以反应不及就夹到乘客了。意外发生伫初日暗7点外，查某学生坐304公车到秋安国站，准备转坐客运登去桃园过生日，却发现公车夹人的事件。台中市公共运输处表示，将对台中客运进行相关处罚。还是会按照规定来对台中客运来开罚5000块的一个罚款。另外，再透过公车评鉴的机制来扣减客运业者的评鉴成绩。开关门的一个 SOP 的部分，仍然是必须要再度的一个落实加强。台中市公共运输处统计，去年台中市公车拢总发生65件夹人意外，今年到目前是26件。以比例来看，案件数已经有下降，也毋过会继续爱夹车改进，也会要求一步一步全面完成防夹车门，减少夹人意外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所来要提醒民众唔妄小贪软家人，有一排号做梦想的电视盒仔，讲按这排电视盒仔会当免费看真侪影片。不过警方也查到讲，这个电视盒仔所提供的影片全部拢无授权，而且也有一寡色情影片，也甲这犯案的10位业者全部抓起来治罪。警方上准司机入去内底掠人，一箱一箱非法的物件放伫咧涂骹，内底全部拢是盗版的机上盒仔，合作梦想盒仔。细部的嫌犯，带头的非法公司为中国进口真俗的机上盒仔的设备，客制化处理机上盒仔的软体认证，免费提供盗版的影片，透过经销商到网络来卖，不法所得超过3800万。分别在苗栗、新北、台北。台中、彰化、台南等8个处所查获负性犯嫌等10名，查获非法机上盒332台及相关设备。甲电视开开，甲机上盒仔连线，无甲15分钟 ，App 软体就已经安好势。各种的电影甲节目，唔免纳钱就会当看甲饱。不过，梦想盒仔提供的影片，全部拢无互授权，违反著作权法。而且嘛无管制色情的内容，违反儿少性剥削防制条例。警方7月初7分几夜批，甲违法的10个涉案的业者，拢总抓起来。已经有违法的就是不一定是只有盗版，包括机上盒本身有一些这个瑕疵或什么，我们都有在 OTT 的协会的网站上，代表这个政府跟工协会一起公布。那这些被公布的都是有问题的机上盒。
台湾 OTT 协会理事长表示，立法院去年3读修正著作权法部分的条文，增订侵权行为有刑事责任，已经降低非法机上阿嬷的数量。目前嘛有计划进行机上阿嬷认证等等的相关作业，希望会当阻挡盗版的机上阿嬷继续出现伫咧市面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外说分明，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到达已经超过1800万例，死亡人数也未达到69万人。也因为菲律宾的疫情拖翻头，因的首都马尼拉、4库链等的地区对8月初10开始又要再进行封城咯。另外，印度也有大官来染着病，一来讲到南非也已经超过50万人确诊啦。澳洲人口第2济维多利亚省，初三上新一波封城令的头一天，街仔路是冷冷清清，因为这个省新冠病毒确诊的人数一直在升悬。当地政府初二宣布因进入灾难状态，一直到9月13，首尔墨尔本逐天暗时8点到过顿工透早5点实施宵禁，民众活动的范围、买物件还有运动的时间，嘛受到严格限制。You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leave home or go any further away from your home than a 5-kilometre radius. 也那菲律宾新冠病毒确诊的人数，初二佫创下过一日的纪录5032例，嘛互确诊的总数超过10万人，超过2000人死亡。总统杜特地宣布，为初4开始，包括首都大马尼拉地区附近的5个省，会重新佫实施严格的封城令，一直到8月18。马尼拉的部分公司甲大众运输系统拢会关起来。菲律宾疫情真严重的程度是伫咧东南亚排第2，敢若比印尼还佫较少。这个国的医疗人员的压力嘛是愈来愈大。I fully understand why your health workers would like to ask for such a timeout period. 咱若目前全球疫情第3严重的印度，总确诊人数要到176万人。英国15岁内政部长夏哈嘛伫咧初二宣布确诊，已经接受医生的建议住院治疗。夏哈是印度总理莫迪的亲信甲助手，嘛是目前印度上高层的官级去互画着的。内政部也确定确认夏哈上尾一届甲莫迪见面的时间。也那澳洲巴尔干半岛的科索沃，因的总理霍蒂嘛伫咧初二宣布确诊，会伫咧处理隔离2礼拜。因目前有9000例确诊。也那全球疫情第5严重的南非，初二佫增加超过1万例确诊，嘛有因确诊的人数超过50万。南非已经是非洲大陆疫情上严重的所在，占非洲54国整体确诊的病例超过一半。按算确诊的人数，真紧就会达到100万例。记者综合报道。由美国总统 Trump 所带头的美国政府，用资讯安全做理由，下令要禁止影音平台 TikTok 抖音，而且也无希望美国在地公司来接力继续做。不过 Microsoft 的执行长亲身敲电话给 Trump 了后，却出现转变，是因为 Microsoft 打算要甲抖音的总公司字节跳动规间改买落来。影音平台 TikTok、抖音，全球有5亿人伫咧使用，其中8000万人是伫咧美国，因大部分拢是10几岁或者是20通岁的少年人。因为抖音是中国集团字节跳动开发的，美国官员怀疑抖音会将用户的资料传去中国，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川普7月30日就公开预告，会查禁抖音。We're looking at TikTok. We may be banning TikTok. We may be doing some other things. There are a couple of options, but a lot of things are happening. 国务卿蓬佩奥初二接受福斯新闻的访谈的时阵，嘛讲同款的话。不过，美嫩迄天发布声明表示，执行长纳德拉就收购抖音美国、加拿大、澳洲甲纽西兰的业务，亲身打电话给川普，而且嘛已经得到伊的同意，会甲字节跳动以9月15为期限进行收购的谈判。川普政府原本的态度并无赞成美商接落来，是发生啥物，互代志出现遮大的变化。目前外界也唔知影，不过会当确定的是。可能会伫11月份大选关键的时阵，得罪真侪少年的抖音迷，而且会小连续引发司法诉讼。过去这2天，几啊个真有名的共和党议员拢呼吁川普支持甲抖音卖互美嫩的计划。也那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几啊个字节跳动的高层主管认为讲，川普的介入根本就是为着要互美嫩以较优待的条件来收购抖音的手段。美方之所以对有关的中国企业百般打压，不是因为国家安全。也不是为了民主、自由、公平、对等，其真实原因就在于这些企业是中国的企业，而且是其行业里的领先者。
那得到抖音会互微软这个科技公司伫咧社群媒体的分量大大增加。估计抖音美国公司的价值是伫咧150亿到300亿美金之间。微软表示，可能会邀请美国其他的投资者参与收购。而且答应讲，若摕到抖音所有的用户资料、使用的数据、甲网络主机，拢会全部搬登去美国本土。也若微软嘛会随家日节跳动，掌握所有的用户资料，全部拢台独，来解决美国政府对国安甲资讯战的疑虑。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环境。美国南加州当日发生森林大火，对7月31到当时也未甲火拍花，烧的面积大约有307个大安森林公园遐尼大。当地政府也赶紧撤离8000位居民。另外，伫咧巴西这个国家内面，有全世界上界大的热带湿地，正也受到森林野火威胁。真美野火引起的浓烟伫冲天顶，周边像火山爆发。美国南加州洛杉矶东边樱桃国的松林大火，顶礼拜5伫圣伯蒂纳市附近爆发了后，继续炭烧。时间过去，消防员只控制12趴的火势，伫风势焦点，炭烧面积已经来到80平方公里，相当烧掉307座大安松林公园。加州动员超过1300名消防员为地面甲空中分2路拍火，当地至少2600户的徛家，挖近7800位的居民紧急撤离。好佳在目前也无传出人员伤亡。We're all safe and we're all packed and ready to go. 因为当地的气候非常的烧热干燥，上高温会达到摄氏41度，有料火势也会继续扩大。另外，大火原因已经展开调查，不排除有人超故意放火。也阁有南美洲巴西境内全球上大热带湿地系统潘特纳尔湿地，今年7月份有挖近1700个地点发生大火，创历史新高，也是去年同期的3倍。潘特纳尔湿地位于亚马逊河南边，部分地区延伸到玻利维亚甲巴拉圭境内，有丰富的动植物生态系统。西元2000年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巴西政府已经派出5架军机甲320名士兵展开拍火任务。另外，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西北边64公里，因为一场机车交通意外，也引起松林大火。意大利中部的拉奎拉市也因为摄氏38度高温引起松林大火，消防人员全力灌救中。记者综合报道。75年前，美国伫日本建2粒原子弹，才互日本投降，结束第2次世界大战。不过，受苦依然是在地百姓。日本政府也要补偿受到原子弹放射物质所影响的生存者。不过，放射物质也会透过雨水死过炭，这寡受到雨水所影响的受害者也认为讲，政府就要担起照顾责任。这种官司也已经破落来了，日本政府也要补助全部的医疗费用。My family lived underground for 3 days. When we came up, the city was gone. Then the heat brought rain. Black rain. You made the rain black. 这出伫咧1989年的美日合作电影，趁乌道的老大提起原子弹爆炸了后，造成有带放射线的污雨危害人体健康，表达对美国迄当年使用核子武器，啊，搁后来硬要加入西方的价值观，嘛，互因真不满即寡少年的乌道分子无顾江湖的道义。根据日本政府伫咧1976年照广岛气象台调查，认定迄当阵广岛原子弹爆炸地点南北19公里，东西11公里，算是特别区域。互为内底淋着乌雨的民众，甲直接受到原子弹爆炸伤害幸存者共款，由政府发予受害者手册，即个提告的幸存者甲遗族认为，原子弹爆炸了后，社会乱七八糟，政府的认定伤过严格，嘛无完全照顾到受害者。广岛的地方法院伫咧7月29判决原告胜诉。この英断をに判決を下したことに対してですね、心から感謝し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控訴を断念さすということに明日からですね、行動を開始してまいり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同款嘛是原子弹爆炸受害地点的长崎，今年已经88岁田中希死，迄当年也阁是一个13岁查甫囡仔，伊想要做兵来报答国家，所伫咧原子弹爆炸迄天失去所有甲伊带做伙的亲人。自1985年开始，嘛继续领导日本的废除核子武器的运動。少しずつは進んでると思いますよ。だけど進む速度と我々が年取って消えていく速度からすると我々の方が早いなっていう感じがしますね。だから被爆者がいなくなった後、私たちが体験したことを
どれくらいの人たちがねリアルに受け止めてくれるようなことができるかっていうのは心配ですけど。田中市市认为讲，日本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歹受到核子武器攻击的国家，所以因为国际政治环境，专机专加入1970年就正式生效的禁止核武扩散条约的 NPT， 伊即马上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会当伫剩无偌济日子内底，看到家己的愿望会当实现。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台北地区受到大水害影响，不过前总统李登辉的追思现场，透早就真侪政治人物甲民众去遐改怀念。前总统陈水扁伫纸条写讲，台湾民主之父精神长存。也那台北市长郭文哲是讲，李登辉上界大的贡献，就是透过宁静革命，带领台湾走向民主转型。拄着关啊来到前总统李登辉追思会场，要甲李登辉就表达感情的前总统陈水扁一透早5点就起床，亲自到台北宾馆悼念。陈水扁表示，虽然甲李前总统属于无共党派，但过对国家认同、甲台湾民主的侵犯，两个人拢无分析水。随后，伊也伫纸条写台湾民主之父精神长存。我们有过竞争。矛盾，但是我们有更多的契合跟共识。以前总统的不幸过世，让我彻夜难眠。拄啊听过民众党灭党危机的台北市长郭文哲，伫东园大会上致敬李登辉。强调需要展开第二波宁静革命。一透早，伊也到台北宾馆致意，并且学了李前总统是一个勇敢有智慧的人。上大贡献就是伫透过宁静革命，带领台湾走向民主转型。那个韩国你知道光州事件啊，还有那个学生示威游行是丢汽油弹的。台湾虽然还是有示威的还是有一些事情，但是相对来讲。台湾的民主转型是成本最低的，所以人家说它是一个零件革命。找炕上穿着困衫并且呈现疲劳的李登辉合作的相片来追思，被网友批评无尊敬。国民体会上无论做啥物拢会被攻击，家己对得起良心就好。外交部长吴钊燮甲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李英杰嘛同齐到场追思。President Lee is a great hero of Taiwan's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and we honor his legacy by continuing to strengthen the U.S.-Taiwan relationship based on our shared democratic values. 吴钊燮感念李前总统改变台湾的外交形态，让台湾伫国际有更较侪朋友。另外包括前副总统萧万长、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甲内政部长徐国勇等人，也拢伫早起前往悼念。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高雄市长补选，剩无到2礼拜，选情目前较歹的国民党甲民众党有风声讲要使用76%投票。不过国民党的李美珍表示讲，无论怎样，拢会尊重选民，也会继续拍拼。另外，民众党也公布家己所做的民调，强调吴益政目前只输予李美珍1.3%。洪选共同市场的动土典礼，国民党高雄市长补选候选人李美珍，甲民众党候选人吴益政真和你做伙共台。因为李美珍的爸爸李英宗是高雄高彩运销公司的总经理，甲传统市场的交情真深。若是吴益政嘛有立委蔡碧如的陪伴之下，那白拼场的意思是真重。补选剩无到2礼拜的时间，那白要操作弃保的效应，那像是愈来愈重。李美珍无加讲啥。弃保也是要尊重选民，所以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选举步骤继续来努力。吴益政认为讲8月初伊的政见发表会车拼了后，选情已经出现变化。民众党嘛家己公布上新的民意调查，吴益政的支持度嘛对7.7%增加到11.5%。若是李美珍的部分是到13.9%降低到12.8%，两个人敢若差1.3%，伫黄金交叉的临界点。觉醒的越多我们就票就越多。那要觉醒要先看到我们。那这次从8月1号之后，我觉得就是整个大改变我们的那个民调一直在倍增哦。那假如又操作弃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恶质的选举操作啦，对努力选举的人是非常的不公平。
若是各项民意调查拢维持领先的民进党陈其迈，初三下晡是满号满开始车队游行的扫街摆票，针对若被选情真紧张，可能会操作弃保。陈其迈公开向两个对手来发声，市民上要紧的毋是放弃谁来保险，是虾米人才是上好的市长。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有一块1.8公顷全台湾头一组被树楼梯形体的裸田生态公园，却因为民众真侪人去遐行打，才启用10天了了，着部分设施已经互创歹去啊。同时政府的工务局也随赶紧封园。为离打着红园进行设施改善的过时，这个为离桃园占地1.8公顷、开1.4亿的全台头一组裸田生态公园。因为人气伤好，游客伤济，启用10天，市府工务局就紧急封园，改善到8月初4。因为妈妈说这里还蛮好玩的，所以我们就来了。梯田比较特别，也适合这老年人啊、年轻的啦。人潮太多了啦，草皮很多都已经踩坏掉了，还有一些设施有点损坏，所以要维修。网络的介绍之下，裸田公园涌入的游客伤济，部分设施遭到损害。工务局表示，原本铺石仔的景观水道意外变成囡仔的耍水池，有的囡仔会掠去石头，乌白乱黑，所以决定全面重铺，改做固定石仔设计。头家的故乡即马创安尼较袂叫入去啊，无迄囡仔一直啊。定义上是说做一般的景观水道，民众就把它当作戏水池所以为了让民众的安全我们在戏水道的部分我们在下面以施子处理也让小朋友玩得更安心、更安全。工务局表示，封园也将设计天然阻塞，避免民众打着草皮。另外，也新增加游乐设施标示牌，4块位停车格维设等改善工程，预计初5重新开放。记者综合报道。改了就用要到3年时间才完成的大陆国家公园山岳吊桥，按算8月12开放。也因为这班吊桥的长度甲宽度拢真惊人，民众也拢真期待。这个下伫部落湾塔山、甲三角锥山的吊桥，都是太鲁阁国家公园上新的景点——山岳吊桥。伊有196公尺长，吊伫咧日雾溪顶悬153公尺的所在，用更固的结构，也有风洞的设计。行咧顶悬袂害来害去，还佫会当看到远远的坠落吊桥，风景是真好。很漂亮，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俯瞰度的视野比走遮入吊桥的视野还要漂亮，感觉非常的安全，因为没有想象的话，以为会有一些害怕的感觉，但是完全没有。山岳吊桥上早是伫咧1914年起的，经过太鲁阁战争、日本时代了后，要经过3届的改建，不过上尾一届因为炸山桥墩歹去，才无阁修理。4年前，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决定重建，经过2年9个月的时间，主体工程伫咧2019年完工，通过安全测试才开放。今年的8月12号会先试营运。那营运期间，为了安全的因素，我们采取预约解说的一个制度。那这个系统也预计于8月7号会上线。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强调讲，山岳吊桥逐天会开放4届，是早起9点、11点，下晡1点半到3点半，一场限制200个人。导览的时间是45分钟，用上网注文的方式。若未来会开放予民间经营。记者综合报道。金门这几年最近伫咧推动火金菇的保育计划，除了推动友善农法以外，保护火金菇的生态地，也成立一个火金菇保证中心，要用人工的方式来保育火金菇。黑暗中的点点青光，为金门的热天暗暝带来惊喜，也是火金菇探生新生命的重要信号。网子上有一只。要毋过，野溪阿摩托花因为开发公害，农药污染等问题，使得火金菇的生存艰难。经过调查，一种叫做调袂用的水生火金菇，已经伫金门强要绝迹。它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水塘，那它也没有水泥化，到目前就剩下这个地方有很明显的，应该说有很稳定的条变的族群的存在。
为了保护珍贵的花金菇栖地，金门县政府甲花金菇保育团体接着推动友善农法，提供农民生态补贴，改善产地生态。因也将废弃野区改造成花金菇保种中心，希望透过人工饲养来增加花金菇的数量，并且将一部分的调配型送到台北市立动物园昆塘馆饲养，以分散风险。很现实的，我们外面的很多栖地是没办法再让萤火虫在那里很安全的生存。初步我们只要外面看到的适合拿回来养，就先拿回来养。万一将来野外的栖地有发生任何的不见或是消失、各种剧烈的变化的时候，这些还可以当作是金门的一个种源。要伫人造的环境之下，满足花金菇的生态习性并不简单。金门、台北两地合作，一步一步建立稳定的花金菇饲养技术。望有一天，在地基佬基地中满天花金菇的景象，会当伫金门阁出现光彩。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的兰花是世界有名的，屏东科技大学也带外国的侨生去到兰花育苗场参访，了解到台湾真优良的农业技术，这也是一种国际交流。蝴蝶兰的那个花梗的生长点。这个来自马来西亚的侨生，伫咧屏东科技大学的安排之下，来到潮州的兰花育苗场，对公司的营运、培苗技术、外销通路，拢有专人解说，可以当实际体验。互有心想要做兰花叶的同学，会使学到真多。管好气温哦，然后还有它要植物所需要吃的什么营养那些哦。台湾相对来讲，就是农业这一块技术方面是比较好的，所以他们马来西亚其实蛮多学生都想要来学相关的技术。那我们这一次就是配合农委会的一个侨生的职涯探索计划，带他们去参观很多台湾非常顶尖的农业。国内的兰花业者表示，目前兰花产业还未进军马来西亚市场，透过和这个学生的互动，我哋靠未来双方有合作的机会。公司也最近也发现，马来西亚这个市场好像也算是一个还未开发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也希望这次跟学生的一个近距离的接触，让他们了解我们台湾这个蝴蝶兰。配合政府积极推动的新南向政策，每年拢会办理海外青年技术训练班，安排海外学生来台湾读册实习。希望这群校友学生回国了后，唔但会使甲学到的农业技术甲发扬光大，也是国民外交上好的模范。记者综合报道。国力做就会出头天，您讲是毋是？今年17岁王冠华旧年报名劳动部所举办的太阳能光电技术应用班，经过半冬的训练，顺利考掉太阳能光电设置1级的证照，也成做全台湾上届少年的1级技术师。不管是说太阳能板、航管，也是配线，拢可以袂倒。伊是今年才17岁，成功大学附设高工资讯科2年的学生王冠华，前1摆才拄考到太阳光电设置1级技术师的证照。辛苦了，甚至我看到机器在运转的时候，会觉得很有成就感。王冠华自细汉就爱贴茶角角、升机器人，也斗电子产品。伊对工业科一向真有兴趣。去年王冠华参加劳动部办的太阳能光电技术应用班，训练半年了后，顺利考到1级技术师证照。王冠华在咧班上唔惊失败，搁来学习，老师对伊的印象真深。一般人比起来，他是花了更多心思来做这些事情，去做理解。那他这一次考证照的状况也是全部表现最优良的，也是时间最快完成的。加考1张证照，对职业学校的学生未来要找头路加减有帮助。王冠华讲，摕到人生头1张证照，成做全台湾上少年的技术师，这只是头一步。再来，伊要继续精进，累积专业能力，拼出家己的一片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云林西里正兴歌戏班是县内头一个社区歌戏班，前一阵仔才伫社区大学发表这学期的成果尔尔。因也希望讲少年辈会当加讲歌台语，安尼歌戏会才袂断层，才会有观众来看。声音大白，唱调爱抓好准，长音也爱长了水开。这款咪咪角角对云林县西里镇正兴歌戏班的学员来讲，拢是平常时演练的重点。
就连脚步手路拢爱调，就会使知影正兴歌戏班的学员对这次要伫咧边缘社区大学举办的成果发表会演出有寡尔注重。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歌仔戏，喜欢看杨丽花的歌仔戏，像他们的服装、戏服，还有头套，还有他们的身段，他们的歌声非常让我着迷。正兴歌戏班是云林县头一个社区的歌戏班，为着保存台湾传统戏曲的文化，正兴社区利用文教基金会和边缘社区大学不垃圾歌戏的指导老师也帮戏剧内底劝人卖做歹代的故事，会当代代传。有这个中校这一段，还有一个因果循环，冤冤相报。也许的有的人就较唔敢去做歹代志啦。这歌戏的艺术深入社区，和社区的这个歌戏观众会愈多，然后咱会把这个种子播下去，就是要向下扎根啦，不过，指导老师认为，即马真侪国中和国校的学生囡仔已经无啥会晓讲台语，听有的人也愈来愈少。因希望台语会使透过戏剧保存，也望生活中继续有使用台语的环境，安尼歌戏班费心神演出的成果，才通有观众支持。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嘉义有一团合作三妹堂木偶剧团，规团30-40人全部拢是志工，无领薪水，大家拢靠家己的专长伫咧付出。对布袋戏、红仔头到写剧本、搬演、翕电影，全部靠家己来，咱也做伙来看卖。小朋友摆几摆，目睭金金看，就是当要体验大仙红仔。三麦洞的布袋戏红仔，和囡仔人差不多悬，目正有重。大家算甲真欢喜，家长目无用来翕相。我刚才是用操作自己用布袋戏的，然后还可以跟他握手。讲解也很清楚，然后大人小孩子都可以参与这个活动，这样子。嘉义的三麦洞创意红仔团队和别团无相像，因是无咧盈利的，主要的目标是要让更较侪人来接触了解布袋戏。逐摆办活动出动了后，就要斟酌整理这红仔，才会当维持因水当当的状态。阮这红仔虽然一尊做起来拢差不多8-9万，但是所有的小朋友，不管你会晓也袂晓，阮拢会当招你算。就是互你现场操作这个布袋戏红仔，我唔惊你弄歹。三麦洞对2008年成立到达已经超过12档，家己设计制作的布袋戏红仔210外身，对影幕的头冠到藏伫内底的鞋仔，特身拢办甲真奇卡，有古式的，嘛有加入现代元素的设计。作品师详细来解说，这么水的布袋戏红仔是安怎捏出来的？你看到观众这亚克力啊，这种的，这拢是手工做的。伊这只较复杂，这种差不多2礼拜起跳，对啊，是敢头管尔。三麦洞30-40个人拢是志工，利用休困时啊，斗相共大细项工课，发挥个人的专长甲兴趣，发展做专业。做布袋戏红仔，做甲家己写剧本、翕电影。长期参与的志工表示，因为细汉看布袋戏看到大汉，大家做伙付出，过程就算辛苦，心头吧有影欢喜。这边人平常时啦、放假啦，这个有兴趣。大家都拢做伙来，一直耍，到大家拢足欢喜的啦。三麦洞无受到布袋戏传统的限制，无舞台，也红仔师傅直接行到观众身边。虽然北方美国离经叛道，不过这款亲切的形式所带动互动布袋戏的风潮。因讲因会欢欢喜喜一直搬落去。记者尤维珍嘉义报道。有一间民间企业合作 SpaceX 5月底发射有载人的太空船，今日已经登来到地球了。伫咧美东时间星期下晡，降伫墨西哥湾的海面，这也是美国太空人这45年来头一摆降伫海面。Splashdown. As you can see on your screen, we have visual confirmation for splashdown. 载2个太空人的 SpaceX 飞龙号顺利晓伫咧墨西哥湾，美国航太总署办公室澎仔声是拍甲真响。飞龙号2个太空人初一结束64天的任务，离开国际太空站，经过21点钟的飞行，伫美东时间初2下晡2点48分，降落伫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外海。这是商务用太空船头一届成功发射，而且成功搁倒来地球。美国总统川普嘛连续发2条的普文，恭喜因任务成功。Today we really made history.
We are entering a new era of human spaceflight. 5月30日，伫 NASA 港内伫太空中心 SpaceX 火箭猎鹰9号，载2个 NASA 的太空人的飞龙号发射升空，这是2011年以来头一届有载人的太空船伫咧美国本土发射，完成这项历史性任务的2个太空人，佮有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拢真欢喜。You know, I'm not very religious, but I prayed for this one. This has been quite an odyssey the last 5, 6, 7, 8 years. 5 years since Bob and I started working on this program. And to be where we are now, the first crewed flight of Dragon is just unbelievable. 2014年 ，NASA 以80亿的美金，差不多是2400亿的台票，委托 SpaceX 甲波音公司打造太空船，送太空人往回太空站。这届飞龙号成功降落，嘛代表太空旅行的愿望就要变做真实的。SpaceX 后个月会搁一届执行发射的任务，上紧明年就会当送旅客上太空。记者综合报道。最后来看明仔载气象。北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4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6度到33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马上看的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丸娜。今仔日要介绍的是这只足够爱的鸡。唔是啦，是要讲鸡的龟，鸡龟，鸡龟，汉字写做鸡龟，罗马字写做哥的鸡，哥为龟。鸡甲龟拢是第一条，鸡龟是鸡的食道的一部分，伫鸡的颔管内底。鸡龟 Q 润润，无啥会破，所以较早若是有胎鸡，囡仔也会甲鸡龟摕来分烘，也是滴水来耍，后来用树林做的七桃米。会当分甲大，咱就甲叫做鸡龟仔。分鸡龟仔就亲像我安尼，甲鸡龟仔用嘴分好大粒。有当时啊，嘛会用伫形容人的身材，讲一个人的体重增加圆。像讲乌沙人结婚了后真幸福，因看呢，逐工煮好了的，伊规个人吼，亲像分鸡龟仔共款，好上起来。也毋过分鸡龟仔减一个啊，有另外一个无共的意思。分鸡龟就是碰风臭蛋的意思。若是一个人定定讲话无实在，用无影无食，也是喊过的代志。讲家己偌敖拄偌敖，就会互人讲是鸡龟仔仙。搁较歹听的就是变仙啊。意思甲这相我的俗语就是碰风水鸡太无肉，就若像这只水鸡看起来足胖足大只的款，
想讲肉一定足济，结果一抬落去，切！还阁有一句热起来话，变色里单字大，奇怪，哪会有人伫臭毛毛的变色内面单字大？就是咧讲人臭单啦。溜鸡龟，鸡龟啊，笨鸡龟，癫痫啊，碰风水鸡太无肉，变色里单字大，臭单。笨鸡龟啊 ，OK， 笨鸡龟爱碰风，唔通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咱后摆再会。